尊重生命的观念，对囡仔开始定根。台湾动物经济救援小组头一摆甲高雄在地招金歌戏风合作，甲这生命教育的理念结合着传统的歌戏，即戏文内面加咱保护动物和海洋。对这动物救援小组甲歌戏风来讲，这拢是一种的新突破。因为实在是不应该随便放捕兽夹伤害动物，到底是啥物人这么歹啦？这只好扣拉人坑的侦啊，业界哀哀叫，救援人员赶紧走来斗相共，为着要定根生命教育的观念，台湾动物经济救援小组找高雄的招金歌技工合作，头一摆透过歌技来演出保护动物、爱护海洋生态内容。其中高雄市阳明国小师生也来客串演出。老师讲，虽然讲台语有挑战性，不过用歌技来教囡仔生命教育的重要，实在真趣味也真有意义。透过这样子比较活泼然后有趣的戏剧方式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能够贴近小孩的心灵，然后更能够打动他们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尝试。你讲我安怎样？我无安怎，多谢亮君。哦，免客气，免客气。这是啥？六月4号。好。这出戏也甲苏讲造成海洋动物危机的主题写入来，这摆合作对双方来讲是创新嘛是挑战。一边是守护台湾传统文化，一边是守护流浪动物的生命。尤其这摆有不少演员是团长陈昭金的学生，透过演出，唔但让歌剧得到传承，也甲爱环境、爱动物的观念推散出去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唯有教育才是改变台湾流浪动物命运最根本的方法。但是这条路真的不好走，那也很感谢在这条路上遇到昭田老师，遇到他的团队。累的我觉得很有价值，那觉得说自己好像也把我的人生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成就。这场表演在凤山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演出，头摆用歌剧来教大家生命教育的重要性，趣味的剧情、简单好捌的内容，和数百位的观众拢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。